風水泰斗楊君松佢嘅天若經裏面，其中有一句就係、識得父母三般卦，便是真神路。今集就講下父母三般卦同北斗七星打劫嘅關係。北斗七星打劫局喺9個運裏面，真打劫局有21局，假打劫局有21局，即係一局有42局。真假打劫局都係有催財力量嘅，只不過真打劫局嘅催財力量係會比假打劫局嘅催財力量大。七星打劫局係有條件性嘅，條件性越好，催財嘅力量就越大。第一個條件就係當令雙星必須倒向。第二個條件就係間屋嘅巒頭理氣同埋環境要吉。巒頭理氣坊間係有好多師傅講得好詳細嘅，所以我喺呢度就簡單地解釋一下巒頭理氣啦。例如間屋最好係藏風聚氣，坐實朝空，山環水抱。屋前最好係見到當運嘅靈神水，靈神水嘅後面最好係有沙以保健康。第三個條件係好重要嘅，打劫局係要配合父母三般卦。父嘅意思就係指離九宮，因為離九宮嘅先天八卦係乾卦，乾係代表父親。母嘅意思就係指坎一宮，因為坎一宮嘅先天八卦係坤卦，坤係代表母親。所以北斗七星打劫局嘅離宮打劫就叫做真打劫，而坎宮打劫就叫做假打劫啦。第四個條件就係七星打劫指定嘅3個宮位係必須要有氣互通嘅，即係有門或者係有窗。父母三般卦嘅號碼就係將9個運星分為3份，打橫數過去就見到㗎啦。七星打劫局嘅七星就係將9個運星逆數7位，咁就會見到都係父母三般卦嘅號碼啦。至於打劫嘅意思，就係當七星打劫局佈局成功，咁當令嘅向星除咗可以得到今個運嘅旺氣，仲可以提前劫取未來運嘅旺氣。打劫未來運嘅旺氣，即係喺一運能夠劫4運同埋7運嘅旺氣，喺4運能夠劫7運同埋1運嘅旺氣，喺7運能夠劫1運同埋4運嘅旺氣。258同369，如此類推。呢個係24山嘅羅庚方向圖。呢個係按大運睇嘅42局真假打劫局。呢個係按門向睇嘅42局真假打劫局。以下係冇聲嘅，只係播放42局真假打劫局嘅9宮飛星圖。喺播放9宮飛星圖之前，我先講清楚。離宮打劫喺東南西北嘅宮位係必須要有氣互通，即係要有門或者係窗。而坎宮打劫喺西北東南嘅宮位係必須要有氣互通，即係要有門或者係窗。
今集講完啦，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